大家好，我係豬仔人。今次去高樓底工作室睇睇一個可以自製複式空間，唔頂頭，超大中空廳。今次介紹一個28層高，冇24、14、13同4樓，每層有8戶。啱啱喺10月收樓，而家睇嘅係一個25樓嘅 display 綜合示範向南嘅工作室。入到嚟，你會即刻感受到採光充足，尤其向南一排窗戶，外牆冇柱擋，真係工廈界嘅天花板。多數用家可以做教學中心、會計師樓、社企或者時裝店嘅總部。你知唔知荔枝角鄰近鄉工，係一個時裝批發集中地？呢個工作室喺區內嘅位置好方便。以紡織業為例，你可以約商家傾原材料，設計師傾下一季目標風格。如果你有朋友都喺附近做生意，仲可以約齊大家搞自己嘅品牌 catwalk show。呢個工作室都提供足夠空間俾你哋做大場面。咁你哋覺得呢度可以做咩生意最啱？歡迎你話我知。由左至右，上至下，呢個 display 綜合示範單位分到上下層。今次我哋要睇嘅係打通咗1至4號單位嘅設計，一入去就好震撼，空間感超大。可能你會問，選購工廈會擔心啲咩？呢度就可以做到備餐區，有酒廳，仲有獨立洗手間同浴室。再上去睇下閣底嘅裝修係點，有個迷你開放式廚房、陶瓷，仲有呢度配有3相電同埋有電水爐，用嚟做工作或者簡單煮食都好方便。一個 CEO 嘅工作區就係咁噶啦。我都做咗10幾年剪片師同攝影師，今次強烈推薦製作界朋友買一間做攝影工作室。呢度高樓底，戶數少，又靚又靜，而且仲近荔枝角地鐵站，好方便。呢度高樓底打通之後有7000尺咁大空間，高層仲有靚景，部分單位仲有露台，保證你揀得開心。香港物業去到轉角市，低水盤2025年最後招集，機會錯過咗就真係冇噶啦。心郁郁想研究下樓市鋪市，WhatsApp 我61618223加我。